我又需要有呢種刺激去刺激我身體唔同嘅肌肉。初二、初三咩節日都要處理住我身體，主要係希望喺呢個膝頭哥啊，同埋呢條腿咧翻嚟中間嗰個位置練習。前往中環列車。Hello，我走咗嚟練習啊！今日年初八，2月24，我練11點。咁跟住係啦，今次已經只係第4次，但我好勤力㗎之前。不過我 keep 住走咗上山啊，多咗跑步啦，喺練習跑步裏面咧，想攞翻多少少嘅撞擊力啊！撞擊力好似聽落唔係幾好，但係咧我又需要有呢種刺激去刺激我身體唔同嘅肌肉。咁喺跑步中咧係可以攞到呢個感覺，都心癢癢想繼續㗎。不過我覺得係時候要休息下，所以我琴日選擇咗休息，跟住喺屋企做咗好多。繼續清理一啲唔要嘅嘢啦。咁雖然已經過咗年，不過已經過咗年初五，一切都回復正常啦。所以我見琴日有啲時間同埋天氣開始有啲熱咧，咁我轉一轉櫃咁樣，轉一部分啦。咁係啦，咁今日咧就去繼續清理我自己嘅身體。初二、初三咩節日都要處理住我啲多啲好嘅能量咯，就係咁樣啦。咁咧一陣間咧要係希望喺呢個膝頭哥啊，同埋呢條腿咧翻嚟中間嗰個位置練習翻多。個大腿骨咧我褪開咧，等條脊椎有機會上個盤骨有啲解鬆嘅感覺咧，就練咗好幾個星期咧，其實就真係已經好咗。喺練習當中咧，個身體就話俾你聽，不如你試下咁。跟住我就發覺咁幾好喎，成條腿骨咧，其實某程度都有少少成日都會跌落嚟。咁但係又要合埋，但係你合埋你又要啱啱好，但係又要褪得開，攞翻原有大腿嗰條角度咧，唔好過直。過攣過 O， 咁你攞翻又唔係淨係垂直喎，咁佢啱啱有少少輕微嘅斜度，咁你見到我膊頭咧，所有嘢咧都會好咗好多，但係佢未必好穩定，因為個腹肌都始終係有種太過往內收，咁幾時可以往內收？所有嘢攤開晒，你再收佢咧就起碼唔好過火。咁之前你一定要經過一個階段咧，俾佢推翻落去。因為之前勾咗落嚟啊嘛，咁你要掹咗上咗嚟，又要推完而家就再打開，逐步去解決個問題咁啊，係咯，26年都冇變，我呢個生命嘅新嘅計劃，我會進行睇下今年有啲乜嘢，我身心可以有個咩進展，有咩進步。好啦，我要開始啦，唔再多講啦。翻嚟，我食。帶翻呢條骨咧，翻嚟一個啱嘅位，佢冇俾你成日旋咗出去，走咗去咧，個人就向咗後外側，所以啲鞋就係外側削咗佢。呢啲咧要慢慢去加入去嘅，將呢個記憶。呢個裏面冇掹得咁實嘅，咁但係你要練翻一個咁多年成日係 O 腳度咧，掹咗佢啦，已經引申腳較痛、胯痛、腰痛。咁你要慢慢練翻嚟，隻眼睛其實都係其中一個，將一個拱咗出去嘅胯拱翻晒。其實腳板每行一步都會影響緊我嘅。咁簡單啲講，慢慢去改啦。12點43分，仲有44啦，仲有16分鐘要加翻個場。好啦，今日第4次咧就係先同大家喺度講聲拜拜先，我會練多少少我就走噶啦。第5次唔知幾時啊，聽日我就會決定應該我會上去運動場嗰度繼續練，同埋想跑下，就係咁啦。咁而個腳腕呢個位咧，我知我今晚咧又溝通下。
就係咁啦。咁你揾到啲新嘅方法同佢溝通下，同埋睇下佢個反應如何。覺得又真係喺隻腳度咧，咁啊所以又翻嚟又再去練過。其實不斷喺度來來回回，咁去揾究竟邊一樣嘢係點，同埋頭先都係游說自己再有多啲耐性先，或者停落嚟唔好喐咁多，俾佢感受多啲先，就係咁啦。到個腳換翻嚟之後咧，個腹自動上翻去咧，冇頭先咧頂出嚟咁大啦，自然就唔係自己縮入去嘅，係啦，因為我而家就唔係好想要呢啲力，我好想嗰啲力咧係由於我啲位啱而去會產生一個力量，就係咁啦，仲簡單啲添，太好啦。